直到永永远远都在你的身旁，不管你出。什么意思？我要重复那个，不管你出你入那个。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赞美神。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生命自由运行无止境。一下到海星星，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之光。
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哈利路亚。你的软弱他都知道，他能体会你的需要。他定的日子，你尚未度一日，都已记在他册上。所以你要专心仰望，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尽管把挫折凭信心交给他，让他为你来成就一切。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当你上山举目，你的帮助将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不管你出你入，你的帮助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都在你的身旁。着凭信心交给他，让他为你来成就一切。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当你上山举目，你的帮助将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不管你出你入，你的帮助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都在你的身旁。你求告他，就应允你，真心爱他，他必搭救你，在急难中，他与你同行，让他帮助你，他要拆开试着保护你，他要用手渗透着你，他要让你上长久生命，让他帮助你，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当你上山举目，你
的帮助将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不管你出你入，你的帮助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都在你的身旁，不管你出你入，你的帮助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都在你的身旁。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在急难中给我们指引。求你帮助我们在脆弱时仍不动摇，定睛于你，依靠你。也求你时刻坚定我们的信心，也给予我们智慧。谢谢上帝告诉我们，你懂我们的需要，所有的一切皆在你的安排掌权当中。我们必将一切交托在你的手中，让你来成就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上帝，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聚会，求主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宣读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们的门徒了。奉献，请当值的同工。会中请坐。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感谢主，我们在这个礼拜天的时刻来到你的面前，心满怀感恩和敬畏。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机会，一同聚集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求你降临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的聚会充满你的圣灵与祝福。主啊，我们仰望你的智慧和指引，因为传道者所说的是真实。使苍蝇使坐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求你赐给我们明智的心，帮助我们远离愚昧和罪恶的道路，走在你的真理中。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行事为人，按照你的旨意来生活，让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能荣耀你的名，彰显你的爱和恩典。主啊，帮助我们明白生命的价值，以及我们如何将日子用在追求永恒的事物上。我们用一点金钱献上作为圣工使用，愿你悦纳。最后，让我们一起用主所教导的主祷文同声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报告。教会消息第一条，
中秋佳节即将来临，预祝大家佳节愉快，中秋团圆，往返平安，主恩满意啊！因为今年没有那个中秋烤肉，大家可以自行来约中秋烤肉。然后第3点，11月12号举行音乐见证福音主日，由建成乐团担纲，并搭配弟兄姐妹的见证分享，一起将上帝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那有意在这个聚会当中分享见证的人呢，请在本月底向牧师或者是团长庭一执事来报名。那团契消息第2点，10月15号上午9点45到11点45的情色团契聚会，因为秀瑶老师有一点事情，所以我们会另外再择期举行。那再会请那个会长佑书再通知。好，奉献明细如果有错误的，或者是有漏掉的，再麻烦大家跟会计或者是干事来更正。正道，我们请知美牧师，题目是以静制动。我漏掉了一个，不好意思，我漏掉了圣经。我们一起来看圣经，记载在传道书第10章1到7节，我来念。第1节，死苍蝇使坐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正道，我们请知美牧师，题目是以静制动。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前几天我跟一杰牧师要去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骑摩托车。骑摩托车会等红绿灯嘛？骑，红绿灯看到红灯就停下来了。停下来呢，我们就抬头看天空，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一杰牧师很喜欢抬头看天空、看星星这样子。而那天我们就抬头一看，因为是大概4、5点的时，就是还没有日落，但是月亮已经出来了，就看到非常漂亮的上弦月，非常的美。虽然我们礼拜五中秋节大家都很期待在中秋节可以看到满月圆圆的这样子，又圆又大又亮这样，但是看到那个上弦月非常的细致，非常的漂亮。那在过去呢，有许多著名的诗人讲到月亮嘛有很多诗人呢会借着月亮抒发自己的人生现况。牧师想要来问一下，你自己觉得啦你自己觉得你的中文程度还不错的，就是你以前在读国文啊什么的，你觉得自己国文还好，不要说不错，有兴趣好了啦你对中文那种国语文诗词歌赋有兴趣的，我们这边都是理工趴的有佑书他对那个诗词歌赋好啦，要来出题了没有啦？我们回想，那我们这些比较理工头脑的呢，我们就来回忆一下。李白大家知道吧？李白很熟悉李白有一首诗非常的著名，叫做《举头望》。这个对啊，这个算理工科的也知道了举头望明月，低头吃便当好思故乡。还有李白还有一首诗是长安一片月。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好像有点细起来了还有李白还有一首诗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爱珍也知道。王维李白讲王维，王维有一首诗是“明月松间照”，下一句。我好像有听到那个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好，苏东坡呢？最后了，我们讲苏东坡有一首诗，其实有谱成曲就是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还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好，不错不错啊，不会太老这样。好，许多古代诗词歌赋，刚刚讲的都跟月亮有关的哦哈。许多古代的诗词歌赋都道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看尽了人间的冷暖。那我们在读传道书的时候，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我不晓得大家在这2个礼拜多来读传道书的过程，你是觉得看这个传道书越看问题越多，还是这个传道书里面有回答了你一些人生的答案？像子爱啊，子爱他就说传道书很有趣耶。我说很有趣。我说哪里有趣？特别是他读到12章，最后12章，他说他读到说书读的太多，身体疲倦。有哦，传道书12章后面有，他就让他书读多，身体疲倦，真的书读多好累哦，这样子，好，这个很有趣。好，我们在之前。在传道书之前有读雅古尔的箴言嘛？这箴言雅古尔箴言，但那个时候牧师在主日讲道的时候有提到，他说雅古尔祈求上帝使他不富足也不贫穷，还记得哈？好，不富足也不贫穷，这样子的生活智慧其实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认同，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接受。为什么要求不富足呢？钱越多不是越好吗？财富越多不是越好吗？好。但是当我们继续在读传道书的时候，就会发现雅古尔他这样子的祷告，确实能帮助我们不会因为太过于追求财富，或者是在一个非常贫穷落难的时候，处在一种虚空的情况。我们若能凭着信心顺服上帝的安排，当然就不会感叹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可是呢，我们在箴言传道书里，我们会发现许多的人生课题不断地被拿出来检视。比如说在箴言里面就有讲到不可以替人作保，对不对？可是你现在你要去贷款，你要去，或者是甚至于好像有些企业公司你要进去，你要求职，他还要什么保证人，有吧？好，就要有个保证，要有填保证人啊，保证你是良民啊还是什么的，好，就是像箴言他讲到，不可为人作保，好，还有呢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们都会被拿出来检视。我们会发现基督徒很多东西其实是我们，当然因为我们是读圣经，我们是基督徒嘛，哈，我们就会很认同那一些价值观，我们也觉得真的是有道理。但是这并不一定都被一般社会大众所接受。这些道理不见得都被社会大众的一般的人所接受。好，那因为我们是用上帝的视角来思考、来做判断、来做选择，我们是用上帝的角度来看的。只不过道理人人都会说啦，箴言啊、传道书，我们看，有道理，有道理，不错不错。好，道理人人都会说，但是真正要做到敬畏跟顺服上帝，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今天的经文第1节到第3节，我们请立安帮我们放一下。好，第1节到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死苍蝇都有 PPT 会看嘛哈？好，从头来，我们从头来，抱歉，我们从头来，好，预备来。死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好，我们就从这边第1节到第3节，我们看到愚昧智慧，愚昧智慧，愚昧跟智慧，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可避免的都会纠结在一起。有的时候你可能前一刻你非常有智慧，可是下一秒钟可能你会做出一些愚昧的行为。右边呢，居右，智慧人的心居右。这个右边在圣经里面，右边它代表的是一种美善跟正向的思考力量。左边呢，愚昧人的心居左。左边呢，在圣经里面常常被形容是一种错误、混乱跟破坏的力量。我们之前读箴言知道说，智慧可以建立家室，可以建立社会、建立国家，但是愚昧人却会亲手把这些东西来拆毁。
那愚昧人的所言所行，就像第3节讲的，愚昧人的所言所行，其实都在向他四周围的人证明什么样？证明他是愚昧人。好，有一次我们牧家在主日晚上去吃饭，吃完晚饭回来，我们走在就是要走回来，然后就远远的看到一群那个救护车啊、救火车，还有警车停在承德路跟赤峰街。就南京西路上了，从承德路到赤峰街，整个都被封闭，整个都封闭。然后里面上面就有很多救护车、消防车，还有警车停在那里。我们本来想说，没有烟啊，照理讲有消防车出动，应该就是像最近那个屏东大火，对不对？那个烟一定非常的明显。我们看了半天也没有烟，都没有看到冒烟。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有人要跳楼自杀。一个人的跳楼自杀还没有啦，他还没跳下，他应该还在楼上啦，但是我们大家都看不到，因为封锁了嘛，我们没办法靠近。一个人的他企图要自杀的这样的事情呢，让出动了这么多的警消，很可能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就判断，就埋怨这个当事人真的是浪费社会资源啊。但是其实这个人也是我们生活在我们这个都市里面，这个人也是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生活圈里，是怎样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或者是教育制度出了问题，才会导致这样的事件不断的发生呢？我们或许很快会把那个企图自杀的人归类为愚昧人，因为他们的人生必定像刚刚读到的第2节、第3节、1到3节。他们的生命一定充满了混乱，充满了冲突，充满了挣扎，然后也带给这个社会某种程度上的一些杀伤力跟破坏力。或许在我们判断的这个当下，我们自认为自己是敬虔又有智慧的顺服上帝的人，然而我们却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社会事件撇得干净，说这件事与我无关。我们没有办法撇干净，说这件事情与我无关。即使我们在教会里不断的在敬虔的敬拜，我们也在教会里学习上帝的智慧，我们学习如何用耶稣的爱去爱别人。即使我们努力尝试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够散发那如膏油的香气，我们很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就像那个膏油可以散发香气，但是呢，就像第1节说的，一只死苍蝇能使一整罐膏油发臭，一点愚昧也能压倒智慧和尊荣，一粒屎可以坏了一锅粥。当我们看见这个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正在破坏整个社会和谐的时候，甚至于可能会让我们怀疑上帝，你为什么让这件事发生？上帝为什么你会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有的时候有些事件会让我们去怀疑上帝。所以碰到很多这样子的事件，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是否会像福音书里面所描写的那2位道貌岸然、只想撇清关系的祭司跟利未人，还是会像那位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愿意给予类似这样子的社会边缘人，或者是说他所言所行看作是愚昧的人，我们是不是愿意可以多给他们一些关注、关心？因为在我们的周遭，可能是你们的同学，可能是你们的同事，可能是你们的社区，甚至于可能是你们的家人，不一定。很多时候我们前一刻是智慧的，但是下一刻可能是愚昧的，因为智慧跟愚昧总是会搅和在一起。对社会事件冷漠、冷眼旁观，绝对不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选项。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死，但是耶稣也为他们死。耶稣不是只有为我们死而已，耶稣也为他们而死。然而类似的社会事件却不断的出现，不断的有人会被排挤，不断的有人会被践踏，不断的有人就是会被我们归类在是不属于我们这一圈里面的人，常常会有这样子的分类。
种种扭曲的现象，也就像打地鼠，我们都玩过那打夜市那打地鼠的那个游戏，就一直冒出来打不完，怎么打都打不完，就好像传道者他也这样观察。第5节到第7节，传道者也这样观察，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者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就是扭曲啊，就是你看我们第6节跟第7节现象，照理讲，愚昧人应该是在低位，富足人应该在高位，仆人应该是在下面走路的，骑在马上的应该是王子。为什么整个社会是扭曲的呢？在复杂的社会结构里，拥有大权、掌握资源的统治者，这些我们所能理解就是国家的领袖嘛，就总统。或者是各部会的首长，以及各个寡占经济体的寡占市场的那些财团、那些集团等等的，感觉他们都非常的高高在上嘛，好，非常的厉害，掌握非常庞大的资源。然后我们这些虾兵蟹将，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啊，就是好像不太行，好，影响力没什么影响力这样子。可是呢？问题是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明年1月要干嘛？总统大选，我们有什么？我们有选票嘛？我们有投票权嘛？好，然后口袋里掏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有什么？平常从口袋里会掏出什么？钞票。好，我们有选票也有钞票。好，虽然我们是非常渺小的人，但是我们有选票跟钞票。照理说，选票有没有力量？有力量啊，可以选出，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可以选出合上帝心意的人。钞票有没有力量？有力量，消费非常有力量。照理讲，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消费行为，让那一些不孝厂商东西卖不出去，我们就不要跟他消费就好了嘛，对不对？我们去选择真正比如说好友善经营啦，比如说鸡蛋，最近不是鸡蛋的问题吗？好，你是愿意去买一颗十几块的那种放牧，就是良善放牧的那种鸡蛋，还是觉得我干嘛花那个钱买那个蛋啊？好，头壳坏掉，我花3、4块去买那个便宜的，然后但是不晓得从哪来的蛋，小个短哇，便宜又大碗，不是很好吗？其实我们的消费力。我们的消费行为是有力量的，但是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实际上做起来，我们还是会容易选择便宜又大碗的。我们不会选那个放牧的鸡生的蛋，那个一颗都要10几块钱，甚至到20块钱。我没事买那么贵的蛋干嘛？哪边是有智慧的？我们都知道，真正有智慧的是放牧的鸡养的生的蛋。但是我们常常会选择便宜的蛋。好，当我们理当可以，照理讲，我们理当可以借着我们的选票跟我们的钞票来做一些改变。但是我们到后来，我们发现我们充其量就只能在自以为的智慧里寻求出路。当我们在选择哪一个要投给哪个候选人的时候，当我们要选择我们要去消费做怎样的消费行为的时候，难道不是经过我们的智慧判断吗？可是我们仍然会选择做愚昧的事情，结果就像传道者所说的，仍是虚空，仍是捕风。虚空的虚空，会觉得啊，这个世界都没有改变。殊不知，其实透过我们的选票跟消费行为，我们就是这个整个结构的共同的，我们的行为造成了这样子的现象，我们没有办法置身事外。我们的学校、社区、工作、职场，其实整个社会都隐含着许许多多愚昧的负能量。可能前一秒我们才享受的小确幸，但是到了下一秒，我们可能就会落入谷底。魔鬼撒旦往往在我们感到非常安逸、非常舒适、富足的时候，往我们背后，在我们后面推一把，
让我们突然变得贪婪，觉得不够不够，我还要再更多更多更多。他也会在魔鬼撒旦也会在我们贫穷受苦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也往我们后面推一把，让我们觉得啊，上帝都没有管我，我已经掉到泥沼里面了，上帝这个时候怎么不拉我，把我拉起来，还让我一直陷在这里？魔鬼撒旦会让我们做出亵渎上帝、落入亵渎上帝的万丈深渊。我们该如何在这个充满不确定又充满愚昧的生活当中，活出上帝的智慧呢？好难哦！特别是这一切所谓的乱象，又似乎是在上帝允许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该怎么办？感觉传道书看到这边，觉得人生好空虚哦，非常的空虚。但是没关系，答案来了。第4节，好，我们回到上一节的 PPT， 上一页的 PPT， 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在另外的翻译版本就是冷静。好，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镇定、冷静能平息大过。掌管世界幽暗的这个势力，不断的利用人类始终不够的这样子的欲望，引诱我们偏向愚昧。因为只要一点点的愚昧，只要一点点的引诱，就能够压倒智慧跟尊荣。所以对于我们这群即使常常在教会聚集敬拜、学习真智慧的人来讲，一样免不了会在某个时刻就突然成为愚昧人，突然变成一个只求自己开心满足就好的人。好消息是，我们还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表面上是上帝允许了这一些乱象发生，是上帝允许了那些看似无法承受的担子一直压在我们肩上的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传道者说，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不要离开你的本位。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论我们对于现在的生活有多么感到多么的混乱不安，多么的虚空，不要离开你的本位。意思是，你有你的位置，我们有属于我们的位置，我们一定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位置。在传道书一开始讲到太阳、风、水这些大自然的现象，太阳会产生辐射，有太阳黑子、太阳风等等这些。虽然我们人类科技已经进步到这么，已经进步到现在，但是呢，仍然有着人类无法完全探究的这一些现象。风有着我们没办法掌握，上次有讲到那个名人的那个螺旋丸嘛，那是卡通才有办法，他才有办法，漩涡鸣人才能这样掌握，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风呢，瞬息万变的力量，这一些大自然的深不可测的现象，让我们这群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好像充满了许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子群现在在观测气象的，他说气象真的很难呢，常常出错，都是被骂的单位啦，就是反正有长官不高兴，就是找气象单位去倒垃圾，因为他们最容易被骂，因为很难测得准啊。你可以准，你就当上帝了嘛。但是我们人就只能在有限的仪器、有限的经验里面去推敲，感觉是变化万千的这个地球上这个大气，现在出大太阳，待会出去会不会就刮风下雨？谁知道？瞬息万变。我们人的生活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瞬息万变，也变得好像很不确定。但是，即便这些东西影响了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地球依然能够在上帝所创造、所设定的界限里面规律的运转。地球继续自转，继续公转。即便活在地球上的我们这些人，每一天的生活这么的变幻莫测，但是地球依然规律的在转。
再大、再难、再混乱难解的生命现况，依然有属于它的位置。当整个世界乱成一团，我们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当我们的生活像热锅上的蚂蚁，好像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当人与人之间充满猜疑、竞争、冲突、敌意的时候，我们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当我们感觉一生的劳碌好像都是虚空，好像都在做白工的时候，我们依然有属于自己的位置。传道者说，越是在混乱、动荡、充满诱惑的时候，我们不可离开自己的本位，因为镇定、冷静能平息大过。我们在上帝的应许里，我们找到自己的身份；在上帝的智慧里，我们可以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上帝的爱跟怜悯当中，我们找到自己的价值；在上帝的公义里，你有多少的委屈，上帝都可以帮你伸冤。意思是，哪里有上帝，在那里就有你的位置。哪里有上帝，在那里就有你的位置。最近中情执事他们一家人搬家，小雨、小光他们搬家，大家都都应该都差不多都知道。小雨的爸爸就说：“牧师，我们他一辈子都没有搬过家，所以这一次搬家是他第一次，他的人生第一次的搬家这样子。”牧师就回想，我就回想我们家搬家的次数，我就开始回想说，从我们结婚，我跟一杰牧师结婚到现在，到受上帝呼召去读神学院的这段时间，我们26岁结婚，然后42岁，牧师就听到上帝的呼召，16年，这16年当中，我们搬了7次家。16年当中，我们搬了7次家。那个时候，慈爱，前半段没有参与到，我们就带着2宝。我们那时候的2宝是鱼子群，就好像博彦现在带的可晴跟弟弟，凯阳这样子，带着2宝，就这样子，我们搬了7次家。当然会长大，孩子会长大这样子。16年里面搬了7次家，这么频繁的搬家次数，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变数，充满了动荡，充满了逼迫，充满了不安。但是我就回想，我有一天我还跟一杰牧师求证，我就回想说，在那么漫长带着孩子这样子动荡的过程当中，我从来没有跟他抱怨过一句，我从来没有跟他埋怨过说，因为那时候一开始我们就选择嘛，他上班，我在家里带小孩，这是我们2个共同的选择。我从来没有跟他抱怨过一句说，你是不是要换个工作啊？你像这个工作这么不稳定，你是不是要换个工作？或者是说怎样怎样，我会跟他提意见什么什么，没有，完全没有。我从来没有跟他抱怨过，一直以来我都支持他的选择，不论成败，我都概括承受。今天牧师说这个例子，并不是要证明自己多有智慧，而是要为上帝做见证。因为在那充满动荡、充满变数的日子里面，我之所以没有任何的埋怨，我依然尽自己的本分，带小孩，教养他们，然后也忍受各种的，不能讲舆论啊，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 FB 啊，忍受各个地方来的建议。比如说你都大学毕业了，你怎么不去工作帮忙赚钱啊？让你的另一半这么的辛苦这样子啊等等之类的。可是殊不知带小孩送去安亲班也很花钱嘛，对不对？教养机构那个钱，而且一次还乘以2 double 这样子。那个我几乎我赚的钱就是给他们了嘛。那反正我们选择在家带小孩。在那个时候，一杰牧师可以继续在他的位置上站立，我能够继续在我的位置上站立，都是因为上帝，都是因为上帝。然后我们就接受自己的呼召，然后我就去读神学院了。从那个时候就是，
上次有分享过嘛，我是亚伯拉罕嘛，上帝要我先走我就先走嘛，好。一直到神学院毕业之后的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神学院毕业呢，神学生毕业有一个叫做毕业讲道，就是3年级的时候有个毕业讲道。毕业讲道就好像音乐系，你们应该都有概念，就是音乐系他在毕业的时候都要发表成果发表，他要自己筹备一个音乐会，好，然后发表这样。好，那我们的毕业讲道也是类似这样子。好，毕业讲道发表之后呢，我讲完了我的毕业讲道，然后我的评乐老师他就跟我说，他说也不是跟我说啦，他跟所有的那个在场的一些神学生，好，就我们的同学啊，老师说，不要小看家庭主妇哦，这样子哈，因为我去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履历嘛，我的履历就是家庭主妇这样子，好，入学的时候，意思是因为有耶稣啊。因为有耶稣，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在自己的位置上站立，上帝就在那个地方磨练我们。我们可以在看不见未来的时候，仍然可以充满盼望。我们甚至在极度贫乏、贫穷的时候，仍然可以因着上帝从不误时的供应，可以充满喜乐。你们也听过牧师的分享，最近中秋节又是到了吃一堆月饼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个礼拜，还记得吗？有一个礼拜，我们一家那时候慈爱还没出来，那个礼拜我们就是吃月饼过活的，因为很多客户送一节牧师月饼，我们就每天分配3餐吃月饼。我们就是这样过的，有一段时间，所以每次中秋节我就会想到那个时间，就很感恩，非常的感恩。在过去那段日子，按着世界的标准，在过去我们那一段16年非常动荡的日子。如果是按照世界的标准，是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我们在世界的舞台上是失败的，是落选的，是被淘汰的。但是在那个动荡的时候，我们却因此找到了，并且确定了我们自己的位置。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确定了自己的位置，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站立得稳，继续兼顾我们的家庭。我在台语堂的时候也有说很感谢文和长老，好，在宇翔、若愚他们结婚的时候，有特别，文和长老有特别，称许了哈，我说牧师的家庭很让大家羡慕这样子。羡慕的背后是非常多的辛酸血泪，但是这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这个样子。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不只兼顾了自己的家庭，我们甚至于成为了神选之人。现在不是有个那个影片，不是有人选之人吗？好，我们后来因为接受神的呼召嘛，我们成为神选之人。弟兄姐妹，神选之人绝对不是只有我跟一节牧师哦，你们也是神选之人哦。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选之人。意思是我们都有各自的舞台，人生舞台是上帝为我们安排的人生舞台。当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的人生舞台，我们就可以在自己的舞台当中成为社会，成为这个世界一个稳定的力量。弟兄姐妹，你们要对自己有信心。可能你现在正在经历彷徨、混乱、不安的时刻，你要对上帝有信心，你要对上帝所拣选的你有信心。上帝对你有信心，他选择了你，所以我们要信靠他。虽然我们的生活充满变数，但上帝的律，那个律是律法的律，规律的那个律，上帝的律，上帝的应许，上帝恩典的法则是安定有次序的。只要我们相信啊，就必定能在各种混乱当中，即使你没有，目前你完全没有目标，即使你现在完全失去方向，你依然可以站稳在自己的位置上。牧师可以，你们一定也可以，因为我们都是神选之人。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在一开始有讲到，当古代诗人借着月亮抒发自己的现况的时候，不也正代表着他们正试图去寻找一个力量，想要得到一个慰藉吗？他们正试图抓着上帝的创造，他们正试图抓着上帝的律。虽然他们不认识上帝，但是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上帝的创造，非常有次序的在那边运行。他们也想找到他们生命的归属。感谢主，上帝在过去借着他的创造，向古人、向这些诗人启示他自己；如今又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启示什么？再大的黑暗啊，再大的黑暗也抵不过真光照耀。再大的黑暗，真光都能够穿透。真光绝对可以穿透黑暗，只要我们常在它里面，就能得到平静跟安稳。我们就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站立得稳，并且等到上帝的时候一到，就可以如鹰展翅上腾。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世界之光》。唯有耶稣能够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唯有耶稣能够照亮这社会的黑暗。当这个社会乱成一团，当我们的人生似乎也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唯有耶稣。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主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真光。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至圣尊荣到永远。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赞美你。我们即使在黑暗当中，我们仍然要赞美你。是的，主，因为你掌权，你掌权。主啊，今天在混乱当中，我们依然要赞美你。主，因为你是世界之光，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万国万民
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我们愿万国万民都来敬拜我们的主，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是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是世界的光，你是我们的盼望。主，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就不动摇，我们就不胆怯。主，谢谢你救赎了我们，把我们从这个黑暗当中拉进了你属光明的地方。主啊，主啊，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混乱当中，在许许多多社会的乱象当中，我们依然可以靠着你站立的稳。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与帮助，让你们在所有上帝所给你们安排的位置上都能稳稳站立，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带着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喜乐